Hello，大家好，我係 Slanky，我係一個以 channel 接收宇宙能量信息嘅療癒師、生命嘅分享者同埋帶領者。我亦曾經係一個時裝設計師、專業嘅舞者，而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我一個最新接收到嘅 Orgone 能量工藝藝術療癒。話說喺10幾年前呢，我就喺香港開設呢一個 Orgone 嘅能量工藝班，去教大家製作 Orgone 嘅能量工藝，亦都將佢帶入去到台灣同馬來西亞，亦都好感恩、好幸運地咧喺馬來西亞咧得到國營電視台同埋報章嘅訪問，亦都喺香港嘅 Cosmopolitan 嘅雜誌咧，亦都邀請受訪。當時 Orgone 能量工藝嘅課程咧，亦都有好多嘅學生參與，亦都好受歡迎。但當時自己一啲課題嘅能量而引發出嚟一連串人生嘅事件咧，令到喺當時嘅我感覺到自己道行未夠，亦都唔夠好，因此咧毅然就將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嘅課程咧去到暫停，去到結束，而選擇去到回歸平靜、閉關修行，去到內觀，去到清理，去到面對自己。一直以嚟喺呢一個生命裏邊課題而引發出嚟啲人事、工作、親密關係、金錢失調嘅狀態。Orgone 能量工藝班嘅一啲材料啦、工具啦，就俾我 pack 咗好幾箱嘅膠箱。就跟隨我呢10年裏邊不停咁搬屋，大屋搬細屋，細屋搬大屋。但喺今年嘅時候呢，有一個好偶然嘅機會，令到我將呢一啲嘅工具啦，呢一啲嘅材料咧拎翻出嚟，去製作一啲好細嘅 Orgone 能量工藝，就送咗俾我周遭嘅鄰居。而我嘅鄰居好開心、好讚賞，甚至好鼓勵去發展我呢一個能量工藝嘅課程。而亦都有另外一個偶然嘅機會，一個嘅鄰居去向我查詢可唔可以做啊，亦都讓我有一個好強烈嘅直覺，就諗喺我呢個身心靈療癒 Orgone 角色係啲乜嘢呢？呢一個亦都係我一直喺修行裏揮之不去個想法。究竟藝術喺我自己身心靈嘅療癒嘅過程，其實當中嘅角色係啲乜嘢呢？因此我有一個強烈嘅直覺，就透過今次製作能量工藝嘅過程咧，幫助佢清理啊、處理啊一啲重複性而且又冇辦法改變嘅一啲外在嘅人事物。我亦都好開心呢一個嘅鄰居好坦誠咁向我分享咗佢某一方面生命嘅人事物嘅狀態，好想去處理但係未處理到嘅。因此我就將製作能量工藝嘅過程咧，就做咗一個深度平衡療癒一個 section。Orgone 能量工藝嘅藝術療癒嘅雛形咧，亦都因此而誕生，令我驚訝出嚟嘅效果亦都非常好。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療癒嘅過程同埋內容，繼續去到追蹤同埋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